想想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这五金的东西，五金的，这叫啥子琴呢？看来吴京会弹。他们在南京会弹。这个应该不是本土的传统乐器，这可能是西洋乐器吧。不晓得，反正应该是小提琴的。我听他们说马头琴啊，他会呀。我把那个给你啊，我把那个这个江叔叔的，还是他的，还是他送的。这去，没事。给你爸爸嘛。这个哥哥来了。没事，不客气，不用谢，没事。谈了。吓死我了！别叫啊，不叫。等会儿过来抱你好不好？着急了哈。哎，那个抱一会儿嘛，抱一会儿嘛，让我抱一会儿，他要我抱。等会儿我把它拿给你哈，他要来我这儿，好吧？抱一会儿哈，抱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我的这个是干嘛的？好了嘛，这小娃娃也不错，走。听到一点点声音。看到没有？这乐器叫什么？还有，这是吴京的，叫什么马蹄琴嘛，应该是。知道。Hello， 大家。哇。对。台湾的朋友。台湾的。一个是北京的锅，一个是上海。你北京啊，上海的？我是上海的。专门过来的吗？前2天，今天第一次到这里。哦，第一次过来啊？哦，全国都。我也是。一个是北京的，一个上海的。我要跳了，我们要。这儿距离锦里很近，距离锦里几百米。这从那边过来走路就到了，都开始跳了。哇，印度全是绿色的。你有2个手机吗？啊，等一会儿嘛。我这个没有，还没吃。等一下能不能播？今天我人去上不去。等会儿放吧。还没开始。得给钱的啊！80了。对啊，这顺不可以去啊，是不是？跟他去就可以。中马出来这儿直播啊！啊，哎呦，这个是啥？你知道你就说的那个，诺叶蒙古的那个。新疆的脖子，新疆的对。藏族的小手甩2遍，汉族的广场舞。啊，
是什么？后面我也记不住，前面我知道新疆的那个后面的藏族的甩脸边，汉族的什么广场舞后半篇是后叫啥搞忘了，他们一直在评论那个。这是侍郎，哦不是这个不是侍郎，这个才是，这个是蒋用侍郎，这个是登子的小徒弟。这两个也是，这个名字我搞忘了。作秀。开锅了。不要舔了好不好？反正不舔了，舔了吧，知道了。作秀，哪个老六？哪个老六？这个小朋友叫老六吗？这个是小六，我把那个好吗？哦，拉一点关注家人们，拜托了。我帮你。重不重？我帮你。不重。我们不，哎，是噻，这是噻，哎，哪个娃了嘛？咋感觉变矮了呢？就是我小朋友比起来一点点。那么今天他们还有市区拉措，这个上巴西和大东拉措，还有往福金，还有拉措，都在一起玩儿。叫我去我没时间了，我回去煮饭那些。5点钟过去怎么办？我回去6点钟要煮饭，然后6点半要吃饭，然后吃了就要出发了。他们就没吃饭哦，他们一般就在跳了舞，在篮球公园里面跳舞，走过来就近里嘛，武侯祠那边过来很近，几百米过来之后肯定是不会吃饭的，跳完之后再吃饭，一般9点半左右10点钟左右再吃饭。结果根本肯定变矮了呢。这个老二，这个是徐章错或者叫用侍郎，后面那个叫啥搞忘了。开场的话就看几个小朋友跳吧，那边队员还没来齐啊，才来了几个。
这边不可能7点钟就开始，7点半也不可能开始，因为有的他们开店的那些都没关门儿，现在7点半都开，7点半天还没黑呢，8点钟以后9点钟才黑了。也是哟，这么早就喝酒了。阿错今天算是礼物吧，反正不存在，每个都我觉得对呀，哪个领都可以。反正后面就是收电线那些，其实现在比以前简单很多了。现在2个充电宝，1个充电宝带2个电灯泡嘛，然后音响也不需要拉电线了，电小2的那个移动电源。这边电视不可能一下就解决的，像对面在施工，那边施工修好了之后，这边应该不就好了？谁知道那个好漫长的过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电路灯那些铺过来。走吧，出进来的比较早，走吧，出好支架找到了吗？时候啊，对啊，你看吧，就是收报恩了。这2个挨在一起的，互相请我。这是收报恩的，是去年12月吧，11月推出来的。可以就拍这3个小朋友算了吧。江用市场拍一些抖音，拍的全部是很另类的那种，就是他跟那些残疾人喂饭啦、拿东西的时候，很有那种很有爱心那种。完了。OK， 没有了。刚刚跟他们拍了一首专门
小朋友跳的，单独剪出来。这个颜色，每个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，有几种颜色？6个人就6种颜色，7个颜色，8个。丽丽来了，堵起喽，他们走还没走。这个前面小罗，然后巴童姆、拉布瓦，后面是徐温柔，在后面是那个德国的。后面是勇二，3个是德国老二，德国的这个上巴西，学长错，就用侍郎，后面那个名字搞忘了，我等会儿问一下他。他好像没有，这个小朋友好像没有抖音。我刚才借用侍郎抖音随时在线，只要发的东西我都没提到他，马上就过来点什么点赞那些啊。动作非常快，我觉得他随时在线，我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，只要一看到他的视频，马上就有，基本上1分钟之内吧。6个的直播是什么视角？6个，好像你说6，许真吗？没来呀。6个5个嘛，5加墨嘛，6个没注意到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这个，你跳你自己的吧。他是每个歌都会跳，许常错是每一个，他基本上每一首歌就看一次就可以了，基本上一下就记住了。有难一点的话就是2次吧。对啊，我搞忘了，抖音好像不能拍小朋友是吧？我没注意到那些，因为我是按照我看我的左边的屏幕。我搞忘了。林林和秦秋，确诊，与秦秋他们一起来了。一点看错了。这扎西了应该靠中间里面去踢。老六来了，许真，巴兰许真来了，什么时候跑来？他跑藏前音像去了，然后又去江喜会。这个小朋友是谁？
几老5，来几老6。睡觉觉，你要睡瞌睡吧？要睡觉吗？叫腊肠琴，腊肠琴，大曲曲针，英文吗？没有啊。这个今天是拉错在的，要不存在哦。现在咋去取针了呢？哎，咋回事？啊，谁不存在啊？不存在，都可以的，反正都调料好。这豆儿还没来呢。张继曲这应该这个是第2次了吧？有一次也是他领舞，之前是拉错啊，现在是张继曲每个腔弹节奏不一样啊，完全都不一样啊。那个学语歌子还动作快一些，过去时间长一些。没有喽，抖儿都比较慢，这首歌应该走到10多米、20米左右吧。从那个角，那个雕塑那个地方走，这个雕塑就是这个地方很慢。如果是我母的话，走得比较快。慢一点也好哦，挖球球。
有可能明天豆儿的礼物都不知道，要么后来的零零礼物，香的地方，水果仔，这个和美丽强岛完全没关系啊！哎呦，跑那么快啊！哦哟，都要跑，这要跑疯了，跑过来，一下都跳，这两个跑得好快好快，飞过来的。老刘，没姿势吧？这进入状态了，就这个老刘辛苦了。蹦蹦跳跳的，蹦蹦跳跳的老刘，跳得很好。哎，爬到地下转那个嘛，在地下转大圈那个。但是他们不是在地下大圈吗？打滚吗？他们应该不会啊，邓紫最早他是第一个搞那个。跑了跑就地下转一圈。他们在服务区里面也专门排练了一下，太短了，才跳2分钟，没找到要那个视频，太短了。结束了，好。你忘了那天我们在这边一个在地上爬那个好看。我要直播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就是又来喽，拉长羊腿秀，拉长羊腿秀。对，罗可可段有4段嘛，有点麻啊，有点长，13分多钟。Hello， 那个搞网的，你看那会儿，你不要给我搞网了，你就跑前面去了，给他的钱过去了。对，咱们开生活去。拉长羊腿秀，他们3个都差不多高吧，1.71米，筷子3姐妹的嘛，其实筷子有点多，反正队员里面的筷子也比较多吧，跳舞里面很多，调那个，你们看曲征封一下来，不封了吗？八头母，摇篮婆，那是妮妮，这是曲坠儿，什么时候带的哈达呢？这是徐温柔，这两姐妹，这个2姐妹，这是桑木曲征，那个叫啥？一下名字搞忘了，他认识我，认识他。曲坠了吗？曲坠第一个带了足球。还有啊。前面是拉布瓦，他睡着了，他就睡着了。
我一个价格，Thank you so much。烤起来热得很。第二个是豆儿，第一个是大鸡翅，第三个是米粒。这梅豆也可以，那就叫管叫豆儿。他是主持人，咱们工作就是主持，你快叫 DJ 吧。转圈。梅朵的衣服感觉每一件都比较，说一点，我觉得都很贵。哎，对啊，是吧？你念在前面的。可以啊。
下休息一下哈。我看那个有点了，把有点扎上，话说话过来了。哎，走，好吧。早点送好的你。今天那个拉不完。我今后拉不完还没送。2点52了。这还要送啊？这个是用真的。昨天晚上没送出去，它下雨了，下雨了之后就没送到了。OK， 没有的。哦，没有，后面还有，我说了。这是新加坡的，台湾、香港。这个是香港的，好像是。我们在后面，在那个，发衣服那个，这个。
OK， 拜拜啊，明天见。以前要跳那个赤身裸猪的，现在那个都没有了。金刚我也没跳了。老李又跑不在了。这就是一起的意思，我不知道啥意思，估计是一起。6月风起来了 ，Hello， 我冲过来，我擦脖子。老五没跑过来呢，老五应该跑过来一起。对你有点有感觉。你不要笑我，你不要笑我。对，没笑，不要笑。这是金川国庄。金川国庄吗？不会放那个扎西吗？大小不小。转哦。姐姐，哎，我喊他前面去了。你和老刘一起噻，和老刘一起跳啊！你们疯一起可以疯。我本来把那个姜母和曲正那个一起的，等会儿应该要跳到一起去，马上结束了。美丽的名字有2个名字的这个，就扎西，还有一个叫美丽的山河，那一般都叫扎西，扎西跳那个扎西。那个是小罗啊，罗啊，小罗同志，我们叫小罗。对，叫罗也可以，小罗。他是团队里面一个专业的，最专业的。跳舞的那种，工作就是跳舞。吉祥如意，又什么水？哇塞！我又给大小棉袄，他们今天星期一没来，星期一他们都没来，永吉和杨秋都没来，开学了嘛？也不是说是每周吧，每周。这个是给小罗吗？让我看一下。哦，好了，谢谢。给小罗的吧，好嘞。
吧，明天我不知道，明天有没有人拍摄还不知道，我顶替的不知道，还没找到。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知道我们排班的嘛。有跳9点半才正常，9点钟结束对我也好一点，就是他们可以拍一些视频，然后回家应该不会晚。跳吧。最后一个有没有？跳金川的吗？肯定有啊，只看了一个掉了一个长短的问题。你登记的全是死海。哇，你水积了好多，全是水。但是有，他会一直喜欢，他一直汗很多，汗水非常多。哎，现在要准备湿巾纸了，我以前买了很多湿巾纸，好像都用完了吧？买了几袋哦。跳金川过庄吗？傍晚左右就是，这个叫啥？就是个酒店的名字，酒店的名字叫左翼。我们那个回家路上就看到。我也在拿手机。我们家那边有个左翼酒店，左翼。好啊，很好啊。几点都？9点10分。小的体位。9点和10分。 9点和10分啊？9点10分。哦，我在罗马。有点早，你要去罗马呀？啊。罗马要跳啊？大家跳到10点，那我就过去看一下吧。哎呦，吴姐，你包不多。狗狗，我发一个狗狗。有每个都有，只是我分开送，基本上分开送。你说要好多钱这个吧？他总共应该加了钱交完了，好像。全部交完了，啊？什么？是在喊我啊？哎呀，再有嘞，你确认一下耶，他这些。这不断断续续送的，断断续续送的。我都吃了一个冰淇淋了，我都吃了一个。我给还没照一个相。一会儿。啊？你说是谁拿到直播间来着吧？就问那个吧，那个啊，就是戴帽子那个，他说吴京，就是张姓张那个，他在吗？他在啊，他要管他拉绳子那个，是不是一个智商生？他不晓得你问他嘛，我知道，好像他跟我说了的，好像昨天晚上已经搞完拿了。他好像今天没来吧？来了，他牵绳子啊，他来了呀。他收拾东西，他要收拾绳子去了，收绳子去了，他收拾绳子去了，你看。还有前天有没有看到一个围巾？围巾？围巾我看到了，那天你围巾的嘛？那丢了的嘛？可以不要这样说嘛，不知道。那找不到你自己找楼上那边才有了，我不知道。因为他收的嘛。哎呀，你邋遢！今天丢这个，明天丢了这个。手机不会丢，他手机不会丢。掉到这儿，起了145。今天最高人气多少？我没注意到哎，我起头看145，没关注那个。主要是有些确实没注意这个。谁给我送票了？送票了有人。哎呦，我们在这儿拍。Hello。就这样走，要拍视频吗？不知道啊，你们拍就拍，我不知道。那我们走了。走，我还在找。找一下。
现在才9点10分，才9点过10分。哎，非常好。好，拿这张。好了，都要。来吧。我们还是太多了。我没点来。谢谢，牌都给我，我来给你再谢谢，再来一次快点。这边一个是一个北京的，北京上海的，从北京上海过来的，一个北京一个上海的，从全国各地来的。可以，好圆，我从三那去了。过来，我知道。他们是从北京上海来的，北京上。他们过来的。我们站在中间吧，在中间吧，我们站中间吧。这是围巾，我也是好大了，不是，是围巾。我把你们看了，来，坐在这儿吃，坐在这儿。我们站好，来，我们站好。来，我们一直看你们。都在吃东西，吧？就拿着吃。1、2、3。茄子，这秋鸡啊，秋鸡。打死我吧！好，谢谢。打死一下。太帅了！来了，大哥。哎，谢谢，送到这个里面。冰箱先拿到里面，冰箱。我都上海来的，很可以，哎呀妈呀，很可以，小姐，很可以。我从北京过来的，哎，点满了，哎呦，再点满了吗？跳一跳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走来嘛，就玩会儿嘛，楼上去玩会儿。楼上去玩。我不知道他们去不去。应该等会儿嘛，他们拍视频就刷的人就多了。我不知道他们去不去。还有什么？看他们嘛，他们想去就去。远走吗？远。这是师不知道，我也是那个吴京师徒关系。没事，我们走吧，好点转一圈吧，走吧。我就已经到底，直接不用点，不用按那个中指键，直接拍吧。走过去看一下。走吧，去玩一会儿。啊，你去不去旁边？你去不去旁边玩一会儿吧？太早了，去不去旁边刷一下？去看一下吧，去看一下嘛，还早，才9点。对啊，他们拍视频嘛。没有哦，跳舞吗？你看一下嘛，去看一下吧。他妈妈应该情况应该可以。好了。他应该就要不了多久就回家了。说是明天。明天就走了。明天看能挂到号不？哦，这是检查，他才看脸对，挂到号检查了，好了就可以回。对啊。他请了1个月假，做去上车请了1个月的假，对啊。3月几号就对。走吧，就看一下嘛，看一下，等会儿再走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这儿不好方便。拿上，直接吃。一口就吃了。走吧。转们，我先去看一下。应该有清楚的那边吗？怎么这么热闹呢？我估计是清楚他们，不然围一大堆的，你看嘛。只有清楚那边围的人最多。
我以为，好。这是不是？看一下来，不像啊。119的来了，不是这么来的。谁呀？这谁呀？你进去拍呀。是谁呀？就是那两个男的在跳完蛋了，那就不清楚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不认识，戴个帽子。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他们在跳舞。对啊。氛围很好，氛围非常好。他一个戴了帽子。穿的有点厚。那个在红果桥吗？是啊。是不是红果桥他们拍的？看完了，差点出来。那有叔叔。啊。他在干嘛？他在跳一个戴帽子的嘛。走吧，我们去。说不认识。我以为是清楚的，清楚一般都是会更多人嘛。咱们坐电梯嘛，在下面转一圈嘛，上面也有人。去哪里？楼上嘛，去看一下嘛，坐电梯嘛。罗马那边也在跳。你们不坐电梯吗？你不坐电梯吗？坐电梯好一些吧。那坐电梯吧。你这边要爬楼。走，反正电梯是空的。他妈妈，我问一下啊。好的。楼上有好多人了。有个拜拜啊。楼上哪里都有很多。走吧，底下进去吧。停。随便你，2楼、3楼都可以。2楼嘛。我们先去2楼看一下。对。你们明天去医院吗？医院去检查一下吧。对，要去检查一下。啊，检查应该没问题了。是状态好多了吧？那就要回老家了。取上车就要回老家了。完蛋，戳他们。啊，有没有看到他？应该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我们去3楼吧。都可以啊，那边是小罗吗？那么我们去小罗嘛，小罗跟你和小罗一起玩吧。走到那边去看一下嘛，小罗那边。罗在那边。也就是说明天检查，后天如果出结果的话，应该就这一周吧，他们应该就回老家了。取上车永远就看不到他喽。要等暑假的时候，要等个现在3月份嘛，现在3月份要等4个月到5个月才见到他。啊，这里面什么上餐的嘛？就是吃东西的地方。看吧，你去和小罗跳一下嘛，以后回家就看不到他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有。暂时没有。那如果你明后天你妈妈检查之后，那不就走了？
对啊，所以说以后你可以这几天跟他们跳一下，而且等几个月才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牛奶和你一起喝啊？有吃冰淇淋，有吃牛奶。我知道。这吃很热。等一下，我帮拍那个吧，这边来。这2个。我要中间哦。你在中间来吗？千万美女中间我来。来嘛，快去。一段就行。快去吧，中间。哎，开始啊！舞王，这个是舞王，这是我们扎西是舞王。快乐的扎西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快了，随时可以。先拿个酒。哇，底下声音更大，这是吴京的声音，肯定是。看下去，是吴京的吧？欧姆的，下面是欧姆啊，吴京。他声音太大了。声音有点小吧？你在直播吗？没事，咱录视频，声音小一点点。房子有点不舒服，我就是大概出来。你们2个拍。这个你拍的好好呀。对啊，看到了。这个怎么这么酸呢？就酸了的吧？有酸拼的吗？我看一下。桑葚嘞，这是想要果汁啊，对吗？桑果就是那个黑料，它们里面是紫红色，就这个颜色的，就是桑果那个就果汁啊，果汁。这个营养很丰富的，很贵，10多块钱一斤，很贵。我没吃过这个。就是桑树上面的果汁啊，喂蚕的那个。桑树的。啊，对啊，果汁。全部都下面了。刚才有几个人看，他们看到。那个音乐太大了，音乐声音很大。你别把玻璃弄坏了，你玻璃弄坏了你不是洗它，玻璃是贵的。这有点巧了，他们那个。
咱们讲的是，好了，好了，好远了，太远了，哦，好了。对啊，他不过来，太多了。你看啊，我的手。小心点，哦，没有，不要投太凶了就可以。我好爱他呀！对啊，我抱了他。今天小兰博也在，小兰博也要看狗狗，也要看欢欢。来吧，你们跳嘛，你跳不跳？跳吧。穷要三兄弟，穷要三兄弟。因为有师徒关系，一个红波，一个无极。哦。他们已经围起圈子跳了。你说罗马那边吗？罗马吗？就是太小了。
就错过了吧？我以为是哪个呢？他们一起在跳。会剪辑嘛？哎，不来了。没事，会剪辑。会剪辑就把它剪到看进去了嘛。还是挺亮的，可以。专业的设备。我只拿手机拍了，相机拍不了，距离不够，是吧？哎，还得过来了，还得过来了的，这个音乐就留着这个音乐要长一点，对吧？给我拍一个，好看。你跟他说一下。哎，这个也我靠，你快点回来，还得过来了的。这样的嘛，你看，这样过来的嘛。哎，你练一下我们先一排，我们先竖排，然后摩托舞，摩托舞，对，摩托舞。先练习哈。竖排，然后先练一下腿型。这样吧。先竖排一下直了手，然后才开嘛。哎，对。你没灯着？哎，没灯，hand里有灯，我还有灯。你的灯没开呢？重新来，音乐重新放下，音乐重新放下，音乐重新放下。太黑了，太黑了。再放。给我放个地方。站到，你们先站到，你自己站到，马上啊，站着啊，别这么直接跑。他灯应该没电了，不然他早就开了。竖排。站到，你直接录好点了嘛，没事，点了。这前面动作来，前面动作来。预备，转，散开。我扫你，你跟着我走。啊，再来一个，这没得，删了就删了，直接删了。对，散了。我们要往后面一点，手就拢不上了。往后面一点。后面点。我这边，你过我这边。你俩中间嘛，你们跑这边，我跑这边。哎呀，你们跑这边，往后面退一点。相机拍嘛，用相机拍我调。下一个啊，好，准备好。都没带灯的嘛，看不到，都没带灯泡。没灯啊？对啊，就是没灯泡还没带。灯泡要照明不行。对，太黑了，没带灯。对好。哎，对，没点东西。来，可以了。对。放个亮点，我先去了。走。散开，退，往后退。你们俩啊，等一下那个。哇塞，中间这个是值得表扬的啊，加油！而且你们俩所以最锋利嘛。所以那种才有活力，才有精神，很有精神。就是要笑，我真的要笑，我叫有那个气氛。我们得人的嘛。要有，跳又笑，直播才有那个老舞。没有啊，那个摄影师来了。来走。他去。直接输出嘛。没路上嘛。没路到也没事。这儿去嘛，这个灯光不行。这个灯光就不行了。老弟，人家给他们进度来了。要不一个去一个就是啊。在那个广场里面都可以，旁边广场里面多亮一些。那边这边是吧？就旁边那个广场，哎，境外那边。哦，这下面可以嘛？就基本下面，下面也可以。算了，用手机录嘛，手机它那个视频。阿姐，你来录。不来了，他说过来。我都在拍，一直在格式。啊，我一直在拍。然后。一直在拍，就是一点黑。对，你拍的。不用灯光，我的手机很亮。你们叫什么名字吧？奔驰团队。奔跑的奔。奔跑的。森林。哦，奔驰团队。好，奔驰团队。来嘛，我们录吧，你让一下。在一直在录啊。安全这边。你们站进来吧，你们站过去。来，再录一个嘛，来。团队，奔跑的奔，森林的森。哦，森林的森，好。来，再录一个来。哎，这个脚是抬起来的吗？好。我教一下。刚才就那样动作啊。没事，等会。
下一个兄弟啊！你们不要往等一下，做完了就。完了要停下。没事，直接你姐姐你直接点嘛，你直接点，你直接点啊，等一下，下一个来了。准备好啊！可以了 ，OK。等一下，直接往后退一点点，走。高兴一点啊，老弟们高兴一点。医生条件。怎么样？可以了。王欢，好久不见哦。我们的动作吗？还是？你们的动作，行，来。你们的动作。你们俩在前面啊。来。没事，看看。比他们跳的好，跳的好。难怪他人气这么多。